喜欢做菜，总是在做菜。每一次，文文也总还会想起爸爸做的菜。正统的姜丝炒大肠，我们用的就是生的大肠，是吃它的嚼劲跟脆。这是爸爸教的。我要是先炖大肠，他应该会骂我。不能为了求快就先把肠子炖熟，是父亲对姜丝大肠坚持的正宗做法。客家小炒也不能把食材通通和进锅里炒。客家小炒就是一个香气十足的菜，所以呢，我今天教大家只要一个诀窍，把所有的材料分别做出它的香气。依据食材熟成时间的特性，先后放进五花肉、豆干、鱿鱼和芹菜、大蒜慢慢拌炒，只加酱油和米酒就香气四溢。文文形容这是集众香之香。爸爸总是叮咛他不偷工，按照既有的步骤，花时间去酝酿每一道佳肴。腌过的排骨加入豆豉蒸40分钟，就有美味上桌。这又是爸爸传承的好味道，对不对？爸爸教给我的好味道。传承嘅後面是愛啲後同享。啊，愛啲後通享，要好好珍惜。没错，他没想过，他教我的厨艺跟教我的这些菜，有一天居然可以上电视出食谱。成了美食专家，文文其实更享受为家人做菜时丢掉烦恼的抚慰，打造出一间梦想厨房。爸爸教的广东客家菜，妈妈的四川菜，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。众人羡慕厨房好美，但对文文而言，气味的记忆更美。所以厨房对我来讲是开心的，是幸福的，是跟家人一块共享的一个地方。留住家的味道，文文达到的梦想不只是拥有一间又大又美的厨房，而是在他的心底真正有一间快乐厨房。傳承嘅後面是愛啲好通享，傳承嘅後面是愛啲好通享。